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聚在上海的声音纪念粤剧改革70周年特别节目当中，我是主持人钱云。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观众代表队呢，依然是内蒙古红毛药业、红毛药酒的朋友，欢迎你们。老博云堂、博云定眼药的朋友，欢迎大家。同样也要欢迎飞炫手机工厂店的朋友，欢迎你们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在接下去的2周时间里，我们将一起来回顾粤剧4大经典《梁祝》《红楼梦》《西厢记》以及祥林嫂的前世今生。首先呢，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几位嘉宾：著名编剧吴兆芬老师著名范派小生张瑞红，还有我们著名舞美设计孙志贤先生欢迎3位的到来。那么接下去呢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经典版的《梁祝》。吴老师这个《梁祝》其实在粤剧男班的时候就有了，是吧？听说男班要演连续要演3、4场了哟。连台本戏但是那个时候基本上也是目标戏了，老师师傅讲一点故事，基本上他们上去就根据我这个角色，跟你这个角色的关系，自己发挥。据说那个袁老师和马占花老师那个时候不愿意演这个戏的是吧？那么那个时候的老的那种传统戏呢，梁祝呢，有点封建的迷信的东西，或者是黄色的、色情的一些东西啦。那个时候，好像我听老范你老师讲过的他说那个时候的有些定位都是不对的。以前的这种梁山伯跟祝英台他的人物的定位就是也是有一点不对、不准确的。所以袁雪峰那个时候的改革的时候，举起改革旗帜的时候就讲过，要我演除非改。那么这6个字我们印象还是蛮深的。所以后来呢，就是原先叫梁祝哀史嘛，后来就变成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。那个时候反正改变还是蛮大的。对，孙老师您也说一说，除了剧本之外，这个经典版的《梁祝》在舞美灯光方面和以往有哪些不同？举些例子。这个不同呢有好几个方面。梁祝把江南的就明明的风光全部都显示给观众了，所以说他画的场景完全是国画里面的浅江山水和小青楼山水的结合。另外嘛，就是服装呢进行了重大的改革，它和整个的粤剧的表演、唱腔、风格、台词、风格全部都吻合在一起，也特别适合才子佳人。对。
仙故事，很多的剧种都搬上过舞台，比如说京剧啊、川剧啊、昆剧都有。那么，张瑞红也演了无数场的《梁祝》了，对不对？那您觉得这个越剧《梁祝》它的特点在哪里？《梁祝》的魅力，它主要是文墨落在人物的一个感情上。对，哎，那么现在你想，一个《梁祝》演下来到今天，没有人不知道18相送、楼台会啊。从最初的哪怕田间小偷时，他们人都会唱18相送。以前的18相送，我当时看资料，它里边的18相送又送18礼，然后里边有18个比喻。那么现在呢，当然已经都比较文学性啊、精炼了哈，哎，但是他那个时候都很生活，所以他从一个民间文学当中，所以老百姓他都是喜闻乐见看到一些东西，经过艺术的提炼，哎，然后今天通过这些老师们的一些创作，留下了这么多经典的片段唱腔。《梁祝》这个戏的特点是什么？它每一个段子，它每一个场次都可以作为折子戏来演出的，而且它的唱段都是非常经典的，尤其是十相思啊、楼台会啊，还有草桥接拜啊等等。前半场18相送啊，那个草桥接拜都是比较音域位比较高一点，而且那个音域的速度比较快。但是到了楼台会以后，它就比较深沉，它的音域位置就比较相对来说，我觉得比较深沉一点。红叶两分开，枫叶里你弯月荷叶来叫。相逢你一句话，万两兄你家中可有期望陪？你早知与兄未婚配，今在相问为何来？要是你两兄亲密的，小弟替你来做大媒，夜里替我来做媒。待位之前今是哪一位？谁是我家小菊妹？不知你两兄可惜。其实我觉得作为4大经典之一的这个《梁祝》，还有一个超越越剧本体的意义，就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影片就是《梁祝》，就是《梁祝》，对吧？啊，那也就是52年进北京是参加第一次全国戏曲观摩演出，然后53年就定要拍那个第一部彩色电影。还有一个小插曲了。这个电影厂一个第一次拍彩色电影，灯光不够，对，这个灯光强度不够。后来一个袁老师一个汇报给总理，总理说行啊，就把部队里面的这个探照灯拿过来，这个探照灯拿过来照。就所以说后来拍成功以后，就是这个戏就带到日内瓦。对，那我听说那个就是范老师跟卓别林会面了，范老师坐在卓别林大师旁边，哎，夫人也来了，他们在找梁山伯在哪里呢？哎，然后呢都不想，然后呢最后呢总理讲，你猜猜看，然后都没猜不出来，然后最后介绍就是他，这个卓别林大师就看着我老师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然后呢站起来。不像，一点也不像，就很，一个是他没有想到，惊讶，然后呢又觉得很佩服，又说了一句，你演的真是太好了，哎，对，有一个苏联的演员就跑到老范的面前，扑通一下就跪下来，
那么这都嘴巴里面嘟噜嘟噜都讲了好多好多苏联的那个俄文了，老范也听不懂。后来翻译说：“我投降，我向你投降，我向中国文艺投降。”还有这么一段，还有这个故事啊，真的太可爱了。后来大家都给他拍照，说跟他那个就是签名啊。后来又有一个苏联的很有名的叫契尔科夫，因为我记住这个名字，我们契科夫知道，大名鼎鼎的作家，他叫契尔科夫，后来也跑过来，拿了一把扇子到老范面前，把扇子啪一把打开来，姐妹亲一个。以后老范跟我说啊，他说我们那2天在那边到处都是野蛮情啊，他说等于这一句话等于口头水了，口头水了，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，真的。你看听了那么多的故事啊，我们在怀着这个重温金曲的感觉，我们来看一看当年的这部越剧电影《梁祝》。戏剧大舞台现在开通短信交流平台了，戏迷朋友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言建议，或者您希望在节目中看到哪位明星，都可以发送8128加您想和我们说的话到1066958883，您将有机会赢取精美奖品。说了《梁祝》之后呢，我们再聊一聊越剧的另一部经典，那就是《红楼梦》。我们先介绍一下场上的几位嘉宾，我们的著名剧作家吴兆芬老师，欢迎你；还有我们的2位越剧名家钱慧丽、单养萍啊，欢迎2位。吴老师啊，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啊，其实越剧改编《红楼梦》呢，在徐王2位老师之前就有了，是吧？据我了解吧，范瑞娟在东山的时候，她演过折子，就是叫《宝玉与妙玉》，宝玉与晴雯。那么另外好像尹桂芳他们也演过一个叫
宝玉与黛玉。但是到了徐老师、王老师版本的这个《红楼梦》以后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对，这个是不是跟徐静老师的这个剧本编剧也有很大的这个关系？那是肯定的。我听徐静讲过，徐静当年就是最初搞这个红楼梦》，那是好像57年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他说这个戏出来就是生不逢时啊，在上海出演的时候反响也平平，所以当时他们也是挺尴尬的。那么后来这个戏，后来他们就是说也是经过了不断的也是有修改磨练，后来这广州演出回来以后，他们又经过了一些小的修改，然后到北京去演出，是吧？后来得到北京首都的这个认可，反响极好，以后慢慢的红起来了。后来62年拍成电影，真是满街听红楼，家喻户晓。那个文化广场万人这个放电影，万人的场子，放电影居然放了几个月，而且连续24个小时放，这个靠背不停的转。听说至今没有一个电影的拷贝数字跟观众的人次超过我们的粤剧《红楼梦》。是妹妹，我是个多情多病生啊，你就是那清风倾城的马。好了，我们不带吃过了，好吗？好妹妹，上次我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针线，你做香袋送给我好不好？你要一个香袋，那很容易。王氏今后有人会替你做了，人家比我又会做又会写，又有什么经典有的？哎呀，你又来了！你是个明白人，难道连书不看书、语不经写都不知道？岂不为了他而疏远你的才？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成了什么人哟？为的是我的心，我也为的是我的心。难道只知道你的心，而不知道我的心不得？我是演那个青衣的，譬如碧玉簪呐，这种大家闺秀的。那么说王熙凤呢，也是大家闺秀，她也是很那个好人家出身的，对吧？但是她这个性格对我是实在是不行啊。我那个时候领导叫我演，我不演，我不要演，而且也是哭鼻子了。不演，那个时候也苦吧。出场要拍戏的时候，不知拍了多少遍，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对，拍到后头自己信心也没有了。后来就是多演，都拍了也都演了以后呢，觉得就是自己也有点
也有点悟性。那么还有就是要放开，就是我在说话，我的眼睛都是很活络。来，少姐，你自己来到这里呀，就当作咱俩几句在话中，这家中就是你家中，要亲要用把作为人动，你这委屈告诉我是呀。我们2位非常优秀的这个徐王的弟子，也都是当年看了这部电影走上了越剧道路的，是不是？当时呢，我身处在这个越剧的发源地，应该是我们诸暨也算是越国，也是越国的越剧的发源地。我们当时确实还是有这个越剧的环境，偶尔也能听到这些草台班的这些演员们在唱越剧，但是真正喜欢上越剧，还真的是从《红楼梦》开始的。我那年还在读书啊，我就看了《红楼梦》以后，我就走了很多的路，再去求人家要一张票。那个时候迷上了《红楼梦》。从我个人当演员到现在吧，也是《红楼梦》演了很多场。那么就其他演员现在还不断的在演，其他的剧团《红楼梦》也在演。香港的一家电影公司，他们也拍摄了这个《红楼梦》的电影，完全跟我们越剧的是一模一样，除了唱不一样，他们用黄梅调。靠红梅调唱的，一模一样的，全部拷贝过去啊，全部的我也看到过的，因为拍的也是蛮好的。他们到后来唱的是前面是黄梅调，到后来唱哭灵啊什么都唱的是我们越剧的曲调，金玉良缘将我骗，都这样唱的，是的，可见《红楼梦》的影响。对。那么养平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，肯定也没有想到日后会成为这个林妹妹的学生啊，没有想到过。我确实也是在当时我都曾经想到过离开剧团呢。因为觉得发展不是很顺利。然后当时就是看了《红楼梦》以后，哎呀，我说越剧原来是这么美这么好看的。然后也是对那个林黛玉特别的那个向往。那么很荣幸的，也没想到。在这部经典里面能够继承这么一个经典的人物，好多青年演员，不止他们2位，对，都是好多是看了《红楼梦》以后，都说是看了《红楼梦》以后喜欢上了越剧。此刻呢，坐在我身边的是著名导演孙洪江先生，著名舞美设计孙志贤老师，还有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徐派小生钱慧丽。《西厢记》呢，也是4大经典剧目之一，同时也是袁派和徐派的代表剧目。但是我听说啊，这出戏刚开始的时候是匆匆上马的。钱慧丽有没有这回事儿？我是听前辈们说过这个事情。因为当时呢是金日成主席访问中国嘛，然后周总理非常爱越剧，周总理钦点的说是要袁老师他们、徐老师他们演一个《西厢记》，能够招待朝鲜的贵宾。然后他们匆匆的半个多月时间就把这个戏排出来了。当时就是任务非常的紧，是吧？那么我听说当时刚开始让那个袁老师演崔莺莺，让张桂凤老师演崔夫人，其实2个人从心底里来说不是太情愿。袁老师我也听袁老师讲起过这个事情。袁老师说，崔莺莺这个人物他并不喜欢，然后他自己的个性呢跟崔莺莺说是距离相差蛮大的，是爱憎分明的。然后他不太喜欢这个崔莺莺，他说表里不一的，他说当面一套背一套，我不太喜欢这种人物。我那时候排西厢的时候，是周恩来总理说我们那个《西厢记》要排，我那个看了本子以后，我是不要排的。我是看了这个本子几次，看了看就给扔掉了，看看就扔掉了。但是这么一个心口不一的人，一点都不可爱，他就不要，他就不喜欢，就把它扔了。也是在周总理的鼓励下，他说慢慢的演起来。他说说实话，从内心来说，我不喜欢演这种表里不一的女人，但是艺术
他说啊，听徐老师也说，他说当时他创作这个张生的时候，大家对他还有些意见，说是他的唱腔实在太新了。还一时不能接受，一时不能接受。徐老师嗓子实在太好了，然后他这个嗓子的可塑性也非常强，然后不管你多高的音调，多么低的音调，他都能唱。所以我现在就反过来，我就觉得他唱《西厢记》演张生和宝玉的唱法完全是两回事情。我倒是特别喜欢张生的一些唱，徐老师步子迈得很大，尽管他没有大段的唱腔，但是他唱来就是这个张生的人物。虽然第一次演出的时候有一点仓促，但是呢，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。那么后来这出戏呢，也作为我国第一次出国演出的剧目之一，赴欧洲演出又做了修改。在这儿呢，我们请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舞美设计的一些特点。好的，《西厢记》呢，在改革之前呢，已经搞了多次了。舞美设计呢也几经反复，到最后呢，一些老前辈，苏淑芬老师和辛熙老师呢，就悟到了这一点。所以说，舞美最后设计的时候呢，他用了唐代的超锦图案，就是服装上面用了唐代的超锦图案。另外嘛，就是唐代的园林和唐以前的仕女人物画，都用了一些时代特殊时代背景的一些东西。还有嘛，这个《西厢记》呢，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呢，就是把原来的我们传统的衣香制改革成为戏衣制了，就通过戏来设计，通过戏来演出设计服装、制作服装，这是最大的突破。而且《西厢记》呢，还有一点是比较标志性的突破呢，就是张生经。张生经原来一个传统的经济呢，都是硬做的，就到这里的《西厢记》呢，它这个一个张生的帽子是软做了，就前面的一块我们叫前大，就是完全是海绵的，就是为以后的我们越剧的这方面的风格就定下来，是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帽盔。所以说演员的头的大小，可以它里面可以垫，也可以拿掉。现在我们有些戏，有些传统戏都是这样的，就叫张生经，就是张生经就是来的。我们越剧是这个一个制作的形式和设计的形式，是我们越剧首创的。我们孙导也是很有发言权的啊，因为我们孙老师呢是著名导演吴琛先生的学生，而且是唯一的一位传人。那么越剧的几大经典，我们孙导都排过。您来说一说这个《西厢记》啊，为什么能够成为越剧的4大经典之一？您在导演上面的手法的特点好不好？介绍一下。因为这个最早应该是吴琛老师排的，因为这出戏它是取材于那个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，因为那个时候吴琛老师经常讲太高雅了，实在太高雅，高雅的现代人几乎是听不懂了。通过几次的修改以后，它越来越向这个越剧观众靠近了，但是还是比较深。那么这是一点。另外一点就是这个戏的舞美、服装、景美、人美、服装美、音乐美，就形成了这个戏的主体。再说袁老师的那个表演，袁老师这个崔莺莺这个人物，他说崔莺莺这个人物是值得我们用一辈子心血去研究的这么一个人。莫非是他？阿红娘，小姐，一听这是什么香？红娘听不出来，小姐你是谁呀？天马眼。
崔莺莺之外，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，非常有看点的人物就是红娘。对，红娘这个红娘可是至关重要的人物啊。很多两个人之间的一些故事，一些爱情的这个故事，没有红娘是不成的。所以著名这个《西厢记》的研究学者蒋兴玉先生呢，就曾经有一次评论这个吕派的红娘，说她好就好在啊机灵活泼，让人很喜欢，但是呢又不抢小姐的戏，分寸把握得很好。各种恋爱的各种关系了噻。红娘没体会呀，跟我自家当时我也没体会，所以老实巴实的是很自然的，就是做了一个热心人，就是讲我是为侬，也为长生不病，娶老夫人这个拉婚，哎呀，可怜小姐没办法自家可以做主，是搿能样子的情况下头，就是掌握了搿能样子的物事，葛么我这个当中我是，这个就是讲我当时个辰光我是，这个辰光我是晓得一个物事是人物关系。都看理论书啊，或者啊排戏啊，我晓得人物关系。夫人呐，当日君为苦居士，你人面在300山中许婚大马将军真为急，现场掌声一公子，好姻缘分一天配定，你却是一元报得会仙子。夫人啊，你查到宫廷的不是言而无信，你去难辞。你出夫儿又反夫儿，玉柳转身在心相思，才是他怨女狂夫两得脸，分一故事家不念，你与不是。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将把时间留给4大经典当中唯一的一出现代戏《祥林嫂》。那么此刻来到场上的嘉宾呢，是著名导演孙洪江先生，还有2代贺老六的扮演者史继华老师、许杰啊，欢迎3位的到来。我想对于粤剧改革来说啊，这个《祥林嫂》是一出里程碑式的作品啊，孙导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？这个戏呢，最早是1946年开始创作的，那么一直到我们现在演出，那袁老师为他整整奋斗了，为这个戏奋斗了40年。这个戏为什么说它有里程碑意义呢？因为这个戏恰恰是表现出我们粤剧的另外一方面，它的质朴，它的那种乡土气，它的那种感觉就是跟一般的那个才子佳人的戏截然不同，所以观众也是非常喜欢，它是另外一种风格的戏。我跟石老师的接触了，石老师第一次演《祥林嫂》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还没做导演。到那个许杰，他们方亚芬他们演的时候，那我开始接受这个戏。那么我想这一出《祥林嫂》呢，在男女合演的舞台上也是具有重要的地位的。那么今天呢，很巧我们也坐着2代这个贺老六的扮演者，我们的史继华老师呢，还是粤剧电影《祥林嫂》的主演啊。还记不记得是几年拍的？那个电影呢是1978年拍的电影。当时这样子，我们76年年底到77年演出，在美琪大戏院呢，连续客满了半年。演出以后，香港方面不是决定拍电影了吗？那么我们到绍兴去拍外景，去拍那个
第一个欢迎幕彩色电影。我姥姥今年活了30多，这种事的从未碰到过。我虽是身上3呀已出婚，将兄爸到我不为重。讲到配，我姥姥从小父母伤亡苦，先靠兄嫂抚养我，独自为少的夫财难耕种，我只得深山人啊当老母。常言道，男子30人家年，因此让拜托老拉妹来做，只指望高高兴兴配夫妇有才子，吵吵闹闹起风波。那王花闺女多多少，你欣赏我苦命寡妇巧为呀老拉做事他苦，事到今日才清楚。他骗我姑娘不肯家财里劳，有一位寡妇倒不错，他是你收进家间慎重儿，世人看见绝在目，家贫夫妻难守寡，自己愿意家丈夫。像那套电视，我是前半场，那个袁老师后半场。拍那个祥林嫂啊，因为走山路了，要去找阿毛。这个导演说你走到那个地方了，就是要摔跤，太紧张了，要去找，碰到一个石头一绊，你就跌下去了。跌下去，拍电影呢，不是一次能够拍好的，他就是要你真的拐下去再起来，无数次的那个，你不是真的那个掉下去，假的又不行，真的掉下去，地上都是个坑坑洼洼的，有石头碰到你的脚，血都出来了，就是这样的。但是没有办法的，有了血再要崩了以后再拐了以后再出血，就是这个样。那么这个是没有怨言的，因为要真实，是要把它戏演好。
我们的阿妈进了，进了。老龙，阿妈进了，进了。老龙。拍摄的过程、排练的过程当中，他是对我们年轻演员很严格的，那是在排练场是根本不留情面的。比方说，我贺老刘出场，那么我出场呢，拿了一把土枪，左手呢背了些野味儿，一出来呢，噔，一起两下。那我自己认为设计的蛮好的哦，勇就气昂昂的。他说不行。进去，这样连续来了好多次。袁老师说：“你不行哎，你演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来演胡老六。”你这个不像胡老六，绝对不像胡老六。你像杨子勇，这个绝问题了，哎，有道理。可都是杨子勇哎，英雄人物，英雄出来嘛。那么后来呢，在吴承老师呢设计了2个小囡，让我推出来，我是很腼腆的，怕难为情的。33岁刚刚结婚，所以头低了出来，还有这2项，这个才符合人物的。那么一个符对个了。那么还有对了不许乱说乱动，包括侬稍微的多弄弄一面叫老师要没开门。哎，你干嘛乱说乱动啊？因为我平常是比较好动的，对吧？不是一般的好动，就比较容易动了，比较喜欢动，在台上就不能动。还有眼睛。我自以为我这个眼神蛮好，一亮，哎呦，我个眼神好嘞，弄那个啥眼睛啊？贺老六他的一举一动，他是忠厚老实的，憨厚的，那么啊，忠厚老实了，侬到头又出事体了，搿侬哪能温嘟嘟了？伊讲侬是胡老六做啥的？是猎户，打猎的，深山老林里向躲来打猎的。当时如果打了只狼，侬要上去砰一枪就要抓狼了，因此他有彪悍粗悍的地方，所以侬那下人少捉进来了，你是怕他出事，所以把他一个人夹进来，这个呢要干净利落，而且呢要有非常有力的、强悍的，要保护他，恐怕把野兽吃掉。哎，后来嘛来了几次那个了，那么结果好了，我们拍摄录像了。那么我看看嘛，袁老师一家头了，我想袁老师嘛，面孔蛮瘦个的，那么我想跑了伊嘛，抖抖停停，不晓得噔一跑跑上去哦，伊面孔蛮瘦，身上蛮结棍，我砰砰砰砰2层朝天一高，伊卡了我上头啊，卡了地了，我爬也爬不起来，伊当时一点没啥，伊就讲了，
不对的，不对的，起来起来，再来个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就首先问我哪能，啊，我也看上他吧。关系。哎，倒是真的。这个是原话，我记得非常清楚。许杰也说一说好不好？这部戏对于男女合演应该说至关重要啊。应该说这部戏给我的印象特别深，为什么？我自身的感觉，我第一次我进了剧场，那种感觉，那种给我的震撼，我至今还有很深的印象。然后回来以后呢，我们在血管当中呢，那个时候我就听那个录音，那个时候还是那个磁带的很大的一个。然后我到今天为止，祥林嫂里边的每一个人物的唱我都会唱，就是那个时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一出戏特别特别好，而且又是剧院的4大精品之一，再加上现在可以说是也能够说是男女合演的一个代表作了一个。我们这一代，我们这一辈应该把这出戏把它继承下来。所以说我们05年当初呢，就是剧团当中呢，可能我们的班底，人员还不大够。另外还考虑到有一个就是现在整个粤剧界男女合演也只有2个团，一个在浙江嘛，所以说我们当初策划的是否和浙江我们合作拍了这出《祥林嫂》。佛通四郊，东南看，两眼昏光，心发慌。阿毛娘，阿毛娘！哎呀，姥姥，你怎么了呀？你怎么了呀，姥姥，你怎么了呀？哄得我天昏昏，地茫茫。姥姥，你哪里不舒服？哪里不舒服呀？只觉得血管什么释放焦啊！姥姥，快你痛得这样厉害，到底哪里不舒服？哪里不舒服呀？伤寒夜佛山，原来我命不为长啊！快去叫大过来！大爸，姥姥她……阿毛娘，姥姥怎么又昏倒在山沟里了？姥姥她上完针头发，现在痛得很呢。姥姥，大哥，我腹痛之家，看来是不会好了。姥姥，小天。有言拜托有事从小独在你呀，老父娘。你为
想不到四季还要泪胸脏。红尘千载事千里，我只有起早落夜随风沙。谁又知啊，身在上海山药渡，咋子的本领我来完成。观众朋友，戏剧大舞台现在开通短信交流平台了。戏迷朋友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言建议，或者您希望在节目中看到哪位明星，都可以发送8128加您想和我们说的话到1066958883，您将有机会赢取精美奖品。今天我们的大舞台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那么在下一期的特别节目当中，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越剧人对4大经典的传承和发展，欢迎您到时收看。感谢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，朋友们再见。